最近網上有人話我係劣食 KOL， 我想喺度回應一下。其實我自己覺得劣食唔等於唔好食，有時只係用一個平嘅價錢食到一個對得住價錢嘅味道。而我自己，我覺得我只係一個素人，我唔係咩 KOL， 因為我一直相信 KOL 呢個稱呼唔係由自己去講，而係由觀眾去決定你先真正係。我哋經營咗差唔多1年，由零開始到而家有大概18000人支持我哋。我哋想做嘅一直都只係想將一啲又平又好食嘅嘢推薦俾大家。多謝你哋一直支持，之後我哋都會繼續努力。我係 JB， 或者你可以叫我做美食小情人。多謝大家。